第4日，我哋嘅行程由克拉科夫舊城區廣場開始。廣場嘅入口充滿住文藝復興之後嘅氣息，甚至仲有一座擁有護城河嘅城堡。一入到去，一條筆直嘅街道好似引領住我哋一樣，不斷往深處探索。克拉科夫係波蘭嘅舊都。呢一座克拉科夫舊城區廣場，同時都係歐洲最大嘅廣場。廣場對旅客們嘅吸引力巨大，令佢為呢一座城市帶嚟咗巨大嘅經濟收益。歐洲對國家自己嘅文化象徵極為看重。圖像嘅同人係19世紀波蘭最偉大嘅浪漫主義詩人亞當密切海維奇。慢慢行到廣場嘅中心，我哋進入咗一個令無數歐洲天主教人都會去朝聖嘅教堂——聖母聖殿。之後，我哋嚟到克拉科夫東南部嘅維利奇亞鹽礦。13世紀起，波蘭王國發現咗呢一度，並開始採礦岩鹽。嚟到14世紀，呢一座鹽礦已經佔全個國家嘅財務收入30%。維利奇亞鹽礦都係當時歐洲最早被國家全權開採嘅鹽礦，所以當時嘅波蘭王國靠住呢一座鹽礦，成為當時歐洲最強盛嘅國家。開始參觀鹽礦嘅時候，我哋必須要向下行20層嘅樓梯，落到地底深處。我哋可以由殘留落嚟嘅四周圍見到當時礦工嘅智慧，就好似呢一啲保持濕潤嘅木頭同埋可以供礦車行過嘅路軌一樣。呢一啲係可供遊客嘗試嘅天然鹽水。繼續行落去，我哋就嚟到咗地下鹽湖。再繼續行落去，我哋就嚟到咗今次嘅重點景點聖金家教堂。一座教堂係當時信教嘅礦工們喺岩鹽當中雕刻出嚟嘅一座地下教堂。喺呢幾個鹽刻上面，我哋都可以見到歐洲人對宗教係有幾咁信仰。佢哋為咗可以喺地下進行宗教儀式，靠住一雙手可以製造咁多幅精美嘅鹽雕出嚟。歡樂嘅時間總係過得特別快。跟住落嚟，我哋將會睇到波蘭一段好特別嘅歷史。你係一名猶太人，你被告知要換個住處嚟到呢度，你踏上咗呢條白色之路。你仲諗住以後嘅生活，但係佢諗唔到紅色將會出到白色。你同你嘅同伴仲一齊談論緊而家嘅電視節目。眼前嘅住處環境都算唔錯，令人身心舒暢。但係事實係咪真係如此呢？咁係因為你哋仲着住華麗嘅衫同埋飾品，戴住精緻嘅手袋，卻唔知道自己留下嘅照片已經係自己喺呢個世界上最後嘅證明。
奧斯維辛集中營係當時所有集中營之中最大嘅，亦都係出晒名衰嘅。呢個位再向前走就係死亡地帶，係會俾德國軍人直接射殺嘅。從1940年8月到1943年7月，眼前呢一座建築就係當時嘅火葬場，用於焚燒營地中死亡或者被殺害嘅囚犯嘅遺體。而1941年9月底，呢度仲啟用咗首個毒氣室，而係由原停屍房改造而成嘅。咁黨衛軍就一直使用到去1942年嘅12月。喺呢片土地上面死去嘅每一個人，都向所有人徹底咁展現咗戰爭嘅殘酷。我哋應該渴望和平，珍惜和平。喺檢查哨嘅前邊有一個好奇特嘅牌，牌嘅一邊係美國士兵，而另一邊卻係蘇聯士兵。咁呢個究竟代表咗咩意思呢？咁呢個就要追溯翻喺二戰結束之後啦。因為德國作為戰敗國，而且係發動二戰嘅主要負責方，因此受到咗好嚴厲嘅懲罰。柏林被蘇聯、法國、美國以及英國所瓜分，而查理檢查哨就喺圖中紅點嘅位置，淨係介於蘇聯以及美國領土之間。而為咗紀念呢個極具意義性嘅歷史，因此就立咗呢一塊牌。圖中所見到嘅呢個人係我哋喺條街上面見到嘅一個吉普賽人。吉普賽人係一個起源於印度北部嘅游牧民族，主要分佈喺歐洲嘅各地。而歷史上面佢哋長期遭受歧視，令到佢哋而家仍然面臨緊窮困、教育程度低同埋社會融入困難嘅問題，所以大部分都去咗做小偷。而點解我要特登講佢出嚟呢？因為喺呢條街上面我哋都爭啲中招，不過好彩我哋早有聽聞同埋防備，喺佢進行緊偷嘢嘅過程中俾我哋當場捉住咗。Hey boy, can you speak English? Okay. You should write down your name and phone number. Okay, of course. My name's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No problem. Wait, where's my wallet? Give me back my wallet!